發展局積極推廣機械人喺建造業嘅應用，而工務部門亦都自主研發或者聯同學界、業界共同研發機械人技術，為各方面嘅工作提速提效。發展局近年制定政策，指定公務工程全面採用高效建造機械人，既應用喺施工環節，亦都延伸至日常保養，優化施工質量同埋提升工地安全。為咗推進更廣泛應用，發展局喺2025年12月推出新政策，要求所有公務工程喺合適嘅工序上採用高效建造機械人。首批4種高效建造機械人包括遙控天秤系統、焊接機械人、鑽孔機械人同進度監察無人機。有賴其他政策局同部門一直嘅響應同埋支持，而家已經有超過20項公務工程採用到上述嘅機械人。未來仲會持續擴展，逐步納入其他嘅機械人，例如油漆機械人、搬運機械人等，循序漸進咁喺公務工程全面採用。今次咧，我哋就請唔同部門嘅代表介紹一下佢哋嘅機械人啦。我哋土木工程拓展處最近引入咗小型無人機吊運技術，幫助喺東區亞公岩村公營房屋發展嘅工地平整同基礎設施工程。過往工人需要喺陡峭嘅山坡搬運工具同物料，時間耐之餘，仲有機會中暑同工傷。無人機吊運技術喺法例下已經可以常態化應用，每次可以吊運約60公斤工具物料，仲提升咗工人職業安全健康水平。同時節省時間，縮短山坡工程工期，減少雨季滑坡風險。另外，我哋工程團隊主動探索應用新科技，為壓土機配置咗創新嘅遠程操控同智慧壓土監測系統，應對工程挑戰。喺香港首例，我哋喺青衣西路嘅平整工程，需要喺30米深嘅山谷進行大量填泥工序，應用咗遙距操控系統，操作員同監工就可以喺填泥範圍外嘅控制室操控。唔單止消除人機碰撞、地形不穩、翻側嘅風險，操作員仲唔使喺多層、高噪音又高溫嘅環境下工作添。至於智慧壓土監測系統，就可以實時自動監控壓土工序，有助提升工程效率同質素。鍾夢嘉，你哋最近用咗啲咩新科技啊？喺施工環節方面，我哋建築署最近喺觀塘綜合發展項目引入咗室內自動噴漆及打磨機械人，大幅提升咗工作效率，同埋解決咗工人喺地庫等唔通風環境下工作嘅顧慮。機械人嘅自動化程序可以連續流暢咁樣進行噴漆同埋打磨工序，比起用傳統嘅人手，提升咗4倍嘅效率㗎。而且機械人具備自動調配物料功能，可以令到塗層更加均勻平整。機械人仲有即時吸塵嘅技術，可以喺打磨嘅時候同時清除粉塵，打造更加安全同埋衛生嘅工作環境。有咗機械人之後，工友就唔使喺唔通風嘅地方做嘢，亦都唔使長時間抬頭舉手做呢啲高強度嘅工作，大幅減少肌肉勞損嘅情況。除咗喺建造工程方面嘅應用之外咧，發展局仲積極鼓勵公務部門喺日常巡查同埋設施保養入邊自主研發同埋探索合適嘅機械人，進一步提升我哋嘅工作效率同埋服務質素。夏衰衰，你哋有啲咩應用啊？係啊，我哋自行研發嘅蓋板檢測機械人智能陷阱星探 ISA 可以幫我哋檢測邊塊蓋板有危險，好幫得手㗎。污水處理廠入邊嘅蓋板長期受化學氣體侵蝕，容易有結構損壞，危及員工喺蓋板上工作嘅安全。機身重約300公斤嘅智能陷阱星探可以模擬員工喺蓋板上工作嘅負重。佢仲配備咗人工智能視覺識別鏡頭同多個感測器，能夠實時辨識到蓋板嘅損壞、變形同安裝異常等情況，即時同同事發出警報。佢仲成功將傳統依賴前線人員經驗判斷嘅檢測模式轉化為自動化智能檢測系統，全面提升檢測精準度同埋職業安全。啤啤，機電工程署一向有好多創新研發㗎，今次又有咩好物分享呢？我哋機電署作為政府嘅創新促成者，應用緊球形機器人幫我哋做電線管道同喉管檢查，大大提升工人安全㗎。我哋聯同香港大學同警務處研發球形機器人，起初佢係幫警隊去同有需要人士或者不法分子近距離進行談判嘅，後來成為咗建造業嘅檢查好助手。球形機器人直徑只有12至20厘米，可以深入一般無人機同機械狗去唔到嘅狹窄空間進行檢查工作，例如風喉、水管、地台底、車底等。
現時我哋機電署隊伍喺維修通道同架空地板下嘅空間都有應用噶，佢仲能夠攀爬10至15度斜坡，並配備咗攝像鏡頭同音頻系統實時傳輸，可以減少因為要檢查所需嘅裝拆工序，同降低進入危險區域工作嘅風險。球形機器人仲有多種尺寸，配備唔同傳輸模組，確保喺唔同任務同情景下都能夠暢順操作。迪色仔，水務署又應用緊咩科技幫手呢？水務署為咗提升濾水廠巡查安全同效率，同科技公司合作，打造咗智慧巡檢機械狗智慧犬。濾水廠範圍咁大，入面有部分區域有潛在風險，例如化學品儲存區同高噪音嘅機房，仲有高溫嘅戶外環境，而全部都需要巡查。智慧犬整合咗6足機械人、智能導航、人工智能同多種感測技術等，可按預設路線同任務進行自動巡航。佢身上仲裝有攝影機同感測器，巡檢影像同數據會實時傳送到控制平台分析同記錄，協助監察水廠設備狀態。有咗機械人協助，就可以代替人員到現場進行重複性巡查，避免人員承受風險，同時建立更持續同數據化嘅巡檢模式。另外，水務署為咗令水管焊接工程更高效、更安全，同工程公司共同研發燒焊機械人智管焊。智管焊專為鋼製水管接駁同緊急維修而設計，能夠直接進入水管內部進行焊接。佢配備靈活嘅焊接機械臂，可以模擬人手動作，同時採用履帶式移動設計，喺彎曲嘅水管內都可以靈活行走，代替工人進入狹窄嘅密閉空間進行焊接工序，協助加快水管維修，以盡快恢復供水俾市民。未來，水務署會繼續積極探索創新科技，持續提升應對緊急事故嘅效率，為市民提供穩定可靠嘅供水服務。喺推廣應用嘅同時，發展局亦都委託咗香港建築科技研究院為各類嘅機械人制定技術規範。今年5月，我哋發布全球首份遙控天秤技術規範，獲得多國政府機構同埋天秤製造商關注同埋商討合作。發展局將會聯同香港建科院，持續推出建造機械人嘅技術指引同埋認證標準，建立香港品牌嘅創新建造科技認證體系。唔單止為本地同埋內地機械人技術提供權威認可，更加助力相關企業以香港為平台，拓展全球市場。